Sony 手機日本市場跌出 Top 5仍然能夠獲利？分析指 Xperia 靠呢個關鍵。Sony 最新旗艦手機 Xperia One 7會喺本月中發佈，強調 Xperia Intelligence 嘅人工智能技術，並且強化相機同埋音訊功能。雖然產品嘅討論度唔低，但係 Sony 嘅手機業務喺日本市場正面臨萎縮同埋市佔下滑等等嘅挑戰。早前根據 MM Research Institute 嘅報告指出， Sony 已經跌出日本智能手機嘅市佔前5大，落後於好似小米、FCNT 等等嘅品牌。但係日媒分析指出，話 Sony 嘅手機仍然能夠獲利，所靠嘅係餘下幾個關鍵嘅因素。Sony 智能手機業務萎縮可以追溯到2014年之前，當時嘅背景係中國手機品牌以高性價嘅策略席捲市場。Sony Mobile 錄得2204億日元嘅嚴重虧損，甚至因為淨虧損1260億日元而拖累整個集團嘅營運。為咗避免全面退出，現任嘅 CEO 十時裕樹佢提出確保獲利、唔追求市佔嘅策略，將產品線收窄到高階市場，專注喺 Xperia One 同埋 Xperia 10系列，唔再推出入門款或者係中階機，例如係 Xperia 5系列。相對地，市佔提升嘅品牌，例如小米同埋 FCNT 就以入門款式作為主打，透過薄利多銷推升出貨量。Sony 就避開呢一類嘅利潤微薄嘅競爭，將重點放喺售價較高，同時獲利亦都較佳嘅旗艦市場。喺生產成本高漲同埋日元貶值底下，仍然可以維持獲利空間。雖然市佔下滑，但係 Sony 手機仍然能夠增加利潤。報道引述 Sony 行動業務總監戴澤齊佢指出，2024年度雖然市佔看似下滑，但係新機嘅銷售量成長，令到整體利潤實際上有所上升。佢又補充話，手機嘅出貨統計包括舊機同埋新機嘅總量。如果新機佔比提升，咁自然就能夠拉高利潤率。Xperia 存續嘅關鍵喺電信商，即使策略明確， Sony 嘅手機業務仍然需要依賴日本3大電信商嘅支持。Xperia 喺日本仍然有品牌號召力 ，NTT Docomo、KDDI 同埋 SoftBank 都仍然持續引進佢嘅產品。包括最新嘅 Xperia One 7同埋上一代嘅 Xperia 10 6。雖然日本政府從2019年開始限制電信商對手機過度補貼，但係電信商仍然能夠透過一啲規範內嘅促銷方案嚟令到手機價格更加親民，例如2年合作綁約、舊機回收補貼、分期付款模式等等嘅方式，可以以較低嘅初期成本入手，令到用家比較容易負擔得起。不過，一旦電信商縮減通路支援，Sony 嘅手機就可能會面臨銷量驟降，